上星期，一個有化學科教父之稱嘅66歲前補習名師，因為涉嫌喺大圍港鐵站扶手電梯偷拍女子裙底，喺沙田法院應訊並且承認偷拍罪，正等候判刑。言猶在耳，琴日東區裁判法院又有一宗判刑。39歲嘅男教師喺港鐵中環站扶手電梯用手機偷拍女乘客嘅私密部位，被判處21個月嘅感化令。今個月初，一個曾經獲得行政長官嘉許卓越教學獎嘅小學校長，佢喺考試同埋測驗之前就將學校嘅試題外泄俾學校附近一家補習社，因為呢間補習社嘅董事係呢位校長嘅小三，而校長亦都向補習社投資咗42萬，但就冇向校方申報，結果遭到廉署落案起訴，兩個人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。法官直斥校長係有預謀咁犯案，所以重判4年3個月，而佢嘅情婦補習社董事亦都被判監3年。今年5月，九龍城裁判法院一單風化案更加得人驚。一個34歲嘅男教師竟然喺學校嘅廁所裏邊安裝隱藏鏡頭，偷拍2個女生去廁所，俾校工揭發，被判監2個月。今年3月，區域法院又有一宗教育界風化案審結，一個已婚嘅中學宗教科男教師涉嫌同15歲未成年女學生喺蘇屋村商場嘅殘廁裏邊發生性行為。男教師承認非法性交罪同埋非禮罪，被判囚22個月。以上鋪陳嘅幾宗教師犯罪新聞，其實只係屬於冰山一角。犯罪者唔只有教師，仲有課外活動嘅教練啦、興趣班嘅導師等等。如果將近年呢一類新聞整合出嚟，相信大家更加會驚訝，香港教育界嘅失德問題原來咁嚴重、咁廣泛、咁無孔不入㗎。由教師到管理層到校長，由學校到補習社到興趣班，到底我哋嘅孩子每日踏出家門去返學，係面對緊一個乜嘢樣嘅妖獸都市呢？翻查記錄，教育局去年一共將71個教師釘牌，比2023年47個大增咗60%，數目係近3年最多。教育局話，除牌教師涉及嘅原因包括盜竊、虐兒、詐騙等等嘅罪行，但亦都包括同學生有超越師生關係嘅交往、不適當身體接觸等等。其實被除牌嘅教師唔能夠喺正規學校任教，唔等於冇機會再接觸孩子。坊間咁多嘅補習社、興趣班，佢哋仲可以繼續投身教育產業去影響下一代。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周炳恩早前就撰文指出，佢話教育局同學校都未有特別追蹤一啲離職教師嘅職業流向，導致到潛在風險外溢。況且而家大家對失德教師嘅處理方法只係事後切割。周炳恩預言若果學校同教育局只係滿足於已辭職已報告嘅官僚回應，類似嘅悲劇必將重演。真正嘅愛惜學生必須體現喺主動咁築牢防線，而唔係事後撇清責任。周炳恩建議教育局應該建立一個不適宜任教師嘅數據庫，強制學校通報涉及性侵、違反師德嘅離職案例，並且限制佢哋轉職教育或者係兒童相關嘅行業。一直以嚟保校譽嘅心態充斥住教育界，但係保咗學校嘅招牌就保唔到我哋嘅下一代。呢啲係咪教育嘅真諦呢？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！多謝大家。